心匆匆，风鸣百花丛，那古德可是一念在当空。不管唱的好不好，来点掌声好不好？话说啊，这个嵊州人人人都会唱越剧，越剧团团都有嵊州人，咱们也不能丢了嵊州人脸面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刚才我唱的这一段只不过是一块砖而已，一个砖头。我接下来要把一块玉给引上来，猜一猜是谁？能猜到吗？我们掌声有请方雅芬老师登场。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方雅芬老师为我们送上。哎，慢点慢点，丁丁，你现在会唱《松花楼会》，那我上次我们在那个嵊州搞原拍专场的时候，你怎么还不会唱？我留着呢。那现在再唱一段原拍呗？是这样子的。要不要跟他叫他唱一段原拍？方老师啊，是这样子的。你先唱。我刚刚在后台哈，拜了裘巧芳老师为师，刚刚偷学的。啊，你改流派啦？是这样子啊。我呢只会唱那么一段两段，今后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倒是没关系，我可以现场再教你。行。方老师，我上次教过你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我们这次我是被我们阿花老师特意逮过来教那个《西厢记》琴心。《西厢记》里面有一段起调叫“哎呀，张生啊张生，你这是出远了我啊”。这个忽然之间把性别都改了，这有点难度啊。那要么你跟裘小芳说一下，叫你下去以后跟他说，我不拜你就拜我。行，我跟巧芳姐商量一下。接下来请方雅芬老师给我们送上《青青柳叶蓝蓝天》。谢谢大家。这次到这里来真的是非常的艰苦，也非常的累，也是非常的高兴。辛苦呢是因为那个3天30个课时，确实是非常辛苦。非常累呢，因为是教我们的学员，因为他是有不同层面的，有人基础好，有人基础不好。但是很高兴的呢，是我们的学员们都非常的努力，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他们的执着和认真努力。这次我3天给他们教课下来，就大家刚刚看到了，我们有5位学员他们表演的琴心，就是我这3天的成果。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的执着的精神，让我在非常辛苦的情况下感到了一份快乐和一份开心。今天呢，谢谢。今天我为大家演唱一段，大家听到可能嗓子也有点哑，这也是那个教学的成果，因为说的比唱的更累。接下来为大家演唱一段《青青柳叶蓝蓝天》，送给大家。弯弯脚印，也是
我没下去，我没下去。刚刚丁丁是块砖，我是块玉，对吧？那我现在呢还要请上另外一块宝玉，就是我舞台下的好姐妹，台上的搭档。你们说谁呀？阿花，你们爱不爱她？真的很爱她。我以前也很爱她，经过这3天我不爱她，因为她把我们逼得太苦了。我想当初我在学校里面，给戏校的学生上课，也没有这么艰苦过。真的，他真的比资本家还资本家。但是呢，回过头来想，他为什么？他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我们粤剧有更多的人来喜欢。所以说，他也是他的人格魅力哈，把那么多的好姐妹能够聚在一起，心甘情愿的让我们恨他。所以说，今天呢，他说让我演唱一段，我说你也跑不了，必须得要上来陪我一起唱。大家知道的，我跟他2个人演了一个什么，知道吧？原派的《梁祝》，对吧？《梁祝》里面，大家知道的只是范副版的，但是我跟他2人演的肯定是原范版的，对吧？所以说我要把他拽上来，一定要叫他跟我一样，让他好好的送送我。我们2个，阿花你自己检讨一下自己吧。其实明星姐在刚才一些感想也是我想说的。可能在台上参与演出的一些朋友们、学员们，包括在直播电视之前看的所有的喜欢粤剧的朋友们，深有同感。这些非专业的爱乐人，通过这几天的辛苦的努力，他们说是魔鬼式的训练。不仅仅是学员们的魔鬼式训练，我们老师们也是魔鬼式的教学。大家相互感染，相互刺激。我想爱乐路上不光有专业人士的努力探索，同样也需要有一些非专业的，他们非常接地气的普及。有了他们的普及宣传，我们的戏友队伍越来越庞大。你没听到阿花的嗓子也是哑的，确实，她的回18，一天来80，一天回18，一天80遍，3天，大家算算看。现在学员们有一句话，就说学陈飞的手痛，学黎明的心痛，学阿花的脚痛，学我的腰痛。确实是如此。我想，非常感谢我们这些梨园的好姐妹，其实也是当下我们在舞台一线的一些粤剧名家。他们在我们粤剧发展路上，不光我们自身在做一些积极努力的探索，同时也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普及、宣传、传播。对，那么在这儿呢，要感谢所有进入课堂，包括艺校的老师们，也是百忙之中放弃休息，能够参与到这次培训当中，更要感谢嵊州市文广新局，包括宣传部，中国戏迷网为我们这些专业演员搭建平台。其实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，也是在给自己照镜子，从学员们的身上看到自己的不足，也是让我们在反馈，从我们的教学当中也反馈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存在的缺点。确实如此。今天应该说也要非常感谢在座的我们今天的观众，谢谢大家对我们教学成果一往情衷的喜欢支持，也感谢所有新老朋友在爱乐路上对我们的呵护和厚爱。接下来呢，我想跟明星姐姐为大家献上经典梁祝原范版的《18相送》。
红长女，两兄你愿不愿配鸳鸯？配鸳鸯，配鸳鸯，可惜也不是女红长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